報數喎。OK， 跟住防守嗰啲得到呢個可以做翻都得。你記住，佢全部受佢入波你就要受下啦。OK， 揀人啦。OK， 好，準備，好，go，係。好嗱，個問題就係啦，問題在於咩咧？當 Apple 仔攞人個波，個颶風嚟到呢一邊，跟住佢後面跟住咯，佢隻手喺度喎，你應唔應該俾住咧？呢啲就要觀察㗎啦，係咪攞個波？係。邊度出㗎？你哋出，阿生，你好。係，做咩？冇錯。有冇話俾你知你球咩問題？頭先我講過角度、力度，角度啱唔啱？力度啱唔啱？力度，而力度之所以點解咁啊？因為無端白事跳起咁樣傳，你咪發力唔得咯。Let's go， 做咩？冇數自己波。好，繼續好睇，好啦，嗱睇住，好，OK， 後嚟做，同邊箭頭，OK， 好，跟住嚟到呢度開始重新報數，開。好，第二次啦，報數。好咧，邊箭頭？繼續，一球，兩球，三球，四球，五球，六球。邊箭頭？好停，識唔識？當真實比賽打。我自己唔出聲，嗰個唔出聲嘅就歸零。OK， 你決定幾時射。OK， 有冇問題？好，你哋呢個咧。
賽嘅過程嘅時候，我哋將個波傳俾佢，每一次都擔心佢傳唔到俾我，我行埋過去攞，你就會有一個好嘅波 movement。基本上我唔係話你唔能夠 help 隊友，但係你唔能夠每傳一球波，佢攞完個波你都行埋去幫佢，除非你真係冇辦法。如果你成隊波嘅都係咁樣嘅過程嘅時候，我哋就唔會打到好嘅籃球。你要相信隊友先，但係有啲隊友你要需要幫，你就要先幫佢，而幫佢嘅過程嘅時候，幫，早啲去佢就知道，就唔係個個都行埋去。所以我哋俾完波走位嘅過程嘅時候，有一個走位嘅概念 ，high school。OK， 左先。波走位啦，標，唔會行埋去嘅，唔會行埋去嘅，唔會行埋去嘅，保持距離，好，保持距離，好。繼續，保持距離，唔會行埋去嘅。咩時候行埋去？我哋講話行埋去，明唔明白？唔好主動行埋去。好 ，let's go， 翻開繼續。分開，繼續呢個概念，繼續呢個概念。個波做緊上次，我哋唔該接波嘅過程嘅時候會變咗。後退，後退，阿仔。好，兩隊，聽住，好啦。記住 ，high school 咁樣真係走，比完走，嗰個人 cut 緊嘅過程有冇機會俾地波呢個第一。第二樣嘢，聽住，我哋練咗好多次成個波嘅過程嘅時候，鞠躬啦，擺翻喺度，如果唔緊要嘅就鞠躬，望清楚個位置，咁樣。OK， 如果真係逼得緊嘅 reverse jab， 係咪啊？跟住有空位嘅放膽切入。哪怕你傳咗兩球上籃，佢都要做兩下。你放心，暫時冇人失球，係咪啊？所以話大家嘅耐性係咪呢個可以提高？係咪啊？最重要唔係記住一樣，唔係揾最大嘅利益，即係唔係做失敗嘅事啦，而係佢真係放俾你上嘅過程，你上咗去咯，係咪啊？好似打麻雀咁樣嘅，所以我唔打麻雀。OK， 好，而家雞堆上。Let's go！ 三文走，走啊！走，好喺埋一齊。俾個波先，俾下。好，好到。
请注意，本组正本组对齐飞引入。各位使用场地的人士请注意，本节游泳时段已经结束。More have your attention, please. This session has come to a close.
你驚嘅係咪啊？但係如果唔係喎，有兩個、三個、4個 ，OK， 你會唔會俾外手啊？呢度你直手，明唔明白？所以説起容易，但係做真實比賽有壓力嘅過程嘅時候，你要養成一個習慣。喂，一攞個波，即時外手變成一個反應。OK， 所以防守嗰個人講咁多樣嘢，進攻嗰個人喺呢個領域嘅時候，如果你想攞波，你想僵啲嘅，你唔想 back 多嘅簡單啲嘅，嗰個位會望住你望住佢彈出嚟咗。OK， 明唔明白？而你想 cut back 多嘅大前提之下，如果你啲隊友好唔實，打喺中間，打唔個籃底嘅，冇 cut back 多啊！你明唔明我想講啲咩啊？你明白？好重要一個阻塞通道，係咪啊？所以位唔得，一個走，即係你講我開到嘅過程嘅時候，我呢度攞咗晒，你要拉個空間，跟住呢個開到嘅過程嘅時候，你發現到哇開條點啊，一個 back 多 cut 埋去 ，OK 唔好亂咁走位，明唔明白 ？OK， 哦 let's go， 繼續，做咩？哦，我換下行，哦，開。發換咗一行。